新闻要来关心东部的消息。疫情当上观光业，也过有一寡生理人呢，因为商机却是愈来愈大、愈来愈好。像伫花莲有一间农场，伊主打的是开阔空间，囡仔会使饲一寡小动物，大人会使耍飞行伞。加上这个布棚区天道的所在是独立的空间，所以讲有真侪人去遐佚佗。同款是伫东部，像台东观光业，伊有设一寡促销的活动，个人和大房率就增加，甚至有一寡饭店，人28年假的时已经客满啊！哦，马都来了。小朋友咧饲只果水马啊，食草；另外一头大人耍这较刺激的。大较早当耍这飞行伞，若想要较休闲的，会使临地开港欣赏海景。这是花莲一间农场，主打宽阔空间，加上布棚区拢是独立的空间，因此就算即马是武汉肺炎的疫情也咧拖，不少人也是愿意来遮吸新鲜的空气。刚好小孩子还蛮适合在这个地方玩的。住房率目前是已经客满了。同款有好山好水的台东观光业者嘛推出不少优惠的活动，除了配合市府，会使使用台东的消费券，甚至有找来上百的网红，伫饭店的游泳池边为在地观光促销。截至今天为止，228、229两天，我们集团的饭店也都是客满。业者表示讲，其实有不少旅客取消出国行程，转做留伫台湾佚佗，可能嘛是人潮回流的原因之一。疫情期间，旅游业者拢大大促销，希望会当伫228连续假期创造好业绩。